我听到的琵琶声也是这万苏姑娘弹的，不是你吧？又被你给揭穿了。我就说嘛，就一老大你这性格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半刻钟的热情，怎么可能弹出这么一手好琵琶嘛？我有一件事做的特别好啊，吹牛啊，所向披靡啊。说到吹牛啊，老大你全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啊。老大，我虽然吧没见过这个万苏姑娘的脸，但是吧，我就看她这个朦胧的身姿和她弹的这一手好琵琶，一想啊，她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。你说我每天晚上坐在外面喝茶，完了空担着一个风流好色的名头，我多亏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，先回避一下，好让我真的一亲万苏姑娘的芳心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这万苏姑娘是刘德昭送给我的美人，我假戏真做怎么了？再说，我就算真的看上她了，我回头带她回京就好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是在维护你龙小弟的形象。原来我在老大的心中还有形象呢。那当时在宫里是谁说的这个？哎呀，全世界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老大，你呢就承认你吃醋了。那我吧，也就看在你心里难受的这个份上，我就做一个美色当前不动摇的柳下惠。要不然我这一连10个晚上都在这儿喝素茶，我受不了啊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不行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上次对我也是，差点假戏真做。我告诉你啊，万苏姑娘不一样，她心有所属了，而她心里喜欢的人是帮咱们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对她打主意。得了吧，上一次你也是这么骗我的，说什么非龙三不嫁，不能动心腹手下的女人，是吧？又想故技重施啊！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我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你知道咱们抢官印为何这么顺利吗？因为在刘德昭身边有咱们的内应，而这个内应就是万苏姑娘她的心上人。如果你真的对她起了什么色心的话，那你就是轻重不分、见色忘义的大坏蛋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是小狗。好吧，那我就暂且放过他。老大，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见闻吧，我还哪有心思风流快活的，只不过想逗逗你吧。不过呢，我倒不像是某些人，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其实就是吃醋。这个康熙真是色心不死，想找机会撩拨欢美。欢美，你可一定要守住，万万不能对咱们的死敌动心。懒得理你了我。